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禮。早排 OPPO 咧就推出咗部大摺機 OPPO Find N5，機身超薄，厚度只係得8.9mm，一推出咧就已經好受歡迎啦。但係原來呢一部機仲有一個好殺食嘅功能，就係可以用呢部電話去遙控你屋企部 Mac 機。以後只要拎一部229g 嘅 Find N5出街，就等同拎咗一部 MacBook 出街。今次呢條片就同大家試下呢部 OPPO 新機咁過癮嘅功能，提提大家。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咁就可以即刻睇到我最新嘅分享。要用到 OPPO Find N5最強嘅遙控功能，就要先喺 Mac 機度裝一個 Opus Connect 嘅 App， 入去 connect.oppo.com 下載翻 Mac 版嘅 Opus Connect， 跟翻部電腦嘅規格，揀翻 Apple M 嘅處理器或者 Intel 版，再根據指示輸入 OPPO 帳號，完成少少嘅基本 set up。好似揀翻允許遠端控制，咁就可以出街用噶啦。至於用緊 Windows 機嘅朋友 ，OPPO 都話會支援，不過可能就要等下先啦。出到街要用呢一個功能，當然要確保部電腦係有開機啦。然後電話設定裏邊揀翻遠端控制電腦，咁就可以隨時 log in 操作。而操作嘅時候，電腦嗰邊係會變成黑屏嘅，都算有一定嘅保安能力。不過好好笑噶。其實只要喺部電腦掃一掃，個 mon 都會着翻。計我話，如果你加翻個 lock， 加翻個鎖，咁個私隱問題就應該會解決到啦。喺操作上，除咗有鍵盤方便輸入之外，亦都有唔同嘅快捷鍵，仲可以透過觸控板同埋滑鼠操控。加埋大摺機有懸停嘅功能，半摺嗰陣時真係有少少似 mini 嘅 MacBook。呢個遙控功能當然唔算好快。但係可以喺電話編輯電腦嘅文件，相信都真係可以幫你解決唔少嘅問題，甚至開埋剪片軟件，即時編輯。再誇張啲，打埋機係唔得嘅，打機係有少少問題。另外，如果覺得個畫面太細，你可以喺特定嘅位置放大個畫面，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唔少嘅細緻操作，算係幾實用，幾有驚喜。遙控功能當然都要兩部機都可以上到網啦，但係唔一定要 5G 嘅，一般普普通通嘅 LTE 速度其實都已經夠用。不過連線嘅穩定度一定要夠，咁就會有唔錯嘅使用體驗。喺呢度想分享少少嘢，其實用電話遙控 Mac 機呢個概念，24年頭 Vivo 就已經有噶啦，但係就俾香港嘅 OPPO 搶閘推出。我諗香港嘅 Vivo 真係要諗下計仔啦。睇翻 Find N5部機嘅規格，用料真係誠意十足啦。處理器係目前最快嘅 Snapdragon 82 Lite， 跑分嘅成績可以睇到，的確係目前 Android 機嘅頂級水平。就算一次過開多個 App 都依然冇問題。除咗開2個 App 之外，甚至你可以開3個 App 一齊用。顯示排列嘅方式比 S 字頭嘅品牌做得更加好，你可以揀唔同嘅方式顯示，配合你唔同嘅需要，夠晒方便。至於相機嘅規格亦都好實用，繼續同哈蘇合作。3組嘅鏡頭分別係800萬像素嘅 15mm 超廣角鏡、5000萬像素嘅 21mm 主鏡，同埋5000萬像素 70mm 嘅3倍長焦，加埋唔錯嘅圖像處理，拍片影相效果都有幾好嘅成色。另外近期好 hit 嘅 AI 功能 ，Find N5當然都有得玩。好似強化咗之前 Windows 12 Pro 就出現嘅 AI Gentle 功能，加埋 AI 語音、AI 執相呢啲，都算係做到人有我有。至於摺機最重要嘅鏈膠設計 ，Find N5係有升級嘅，換上咗5級鈦合金，變得更硬淨之餘，亦都保持順滑，令到 Find N5嘅摺疊體驗，摺下都真係幾舒服。但係最誇張，可能係加咗 IPX9 嘅防水保護，以摺機嚟講，真係有啲料到。最後同大家睇睇 OPPO Find N5嘅價錢，港版係16GB RAM、512GB ROM， 賣11,999蚊。雖然做唔到 Honor Magic V3 之前慢鬆少少嗰個價錢，但係呢一部機嘅做工兼且有好實用嘅 Mac 互動功能，真係唔算好貴，亦都好值得推薦俾想入手大摺機嘅朋友考慮下。